时啊，咱的邦交国恐惊要过来检一国咯。中美洲的国家洪都拉斯，甲咱中华民国已经保持将近100年的邦交啊。因现任的总统卡斯楚突然间伫个推特发文章讲，伊已经指示伊的外交部长处理甲中国建立正式关系事情，这真明显要甲台湾断交咯。外交部讲已经向洪都拉斯的政府来表达严正的关切，请对方唔通落入去中国的圈套。其实卡斯楚老早伫个2021年要选总统进前就表态，伊若是当选，就要甲台湾断交。当时卡斯楚就职的时阵，副总统赖清德阁飞去甲恭喜。当时这个卡斯楚嘛有承诺讲会维持甲台湾的邦交。想袂到都也未2年咧，就传出可能会断交的消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可以讲一下吗？甲全部媒体会手的，就是洪都拉斯驻台大使，伊向讲，今日去外交部，因为台洪关系可能变化。韩国总统卡斯楚去年初就职典礼，副总统赖清德阁飞过来恭喜。想袂到过1年，伊煞伫咧 Twitter 顶po文，讲家己已经指示外交部长处理和中国建立正式关系，这代表洪都拉斯遵守政府的计划，和世界各国分化边界决心。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做这样一个宣誓这个最后这个中国跟洪都拉斯建交的最后一个前兆所以我们还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希望有机会能够挽回。他中赖美，他去了贝里斯、瓜地马拉，洪都拉斯就在旁边这3个国家是连在一起的，可是他没有派洪都拉斯，所以这也代表其实我们外交部可能早知道 hold 不住了。在野党立委推测，台洪的邦交道案中已经有1站啊，讲正式的早就伫咧今年1月，韩国外长就申请为了去做水坝工程，和中国有咧来往，就算美国尾啊邀请台湾加入斗3共援助韩国的计划，也毋过洪都拉斯的心，敢若早就已经无伫咧中华民国。而中国与韩国发展关系的唯一目的是要压缩我国的国际空间，请韩方认真审慎考虑，切勿落入中国圈套，做出损及台韩多年友谊的错误决定。就伫咧当时，美国联邦议员伫咧下晡嘛坐飞轮机，讲伫咧松山机场，就算咱台湾邦交可能阁减1国，毋过想要和台湾来往的国际人数嘛是真多。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赶紧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华视 YouTube 见。